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 頻道。呢個係一個專注、真實同理性分析嘅新聞頻道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你訂閱、點讚，支持我哋繼續報道。葵涌地盤奪命意外，天平突倒塌，操作員連人大機墮地亡，大窩口道全峰交通癱瘓。各位觀眾，3月19號一單聽到都心寒嘅工業意外發生喺葵涌，唔係小意外，係直接攞命。事發喺下午大約4點27分，葵涌村碧葵樓對開一個興建中嘅房屋地盤，一支天秤吊臂突然斷裂，成支嘢由高處塌落山坡，連人帶機一齊跌。現場消息指，一名60幾歲男操作員當場證實死亡。講真，呢啲唔係戲，係現實版高空驚魂。有街坊話，事發一刻嘭一聲巨響，跟住就見到條天平好似慢動作咁倒落去。但現實冇重播件，一跌就冇得返轉頭。現場畫面亦都幾震撼，吊臂橫梗山坡，建築物料四散，有啲仲飛落馬路，搞到成段路一片狼藉。仲有一架輕型貨車被碎石擊中，好彩司機冇大礙，否則隨時變成第二宗悲劇。警方、消防同救護即刻到場，但可惜最壞結果已經發生。案件暫列作工業意外，至於點解會斷裂，係機件老化、保養不足，定係人為疏忽，就要等進一步調查。不過講到尾，市民最關心嘅唔止係點解，仲有一句，會唔會再發生？再講交通方面，呢單事故唔止影響地盤，仲即時拖冧埋附近交通。運輸署宣布，大窩口道來回方向，介乎德士古道同上角街之間，全線封閉。封到幾嚴重？簡單講，塞到你懷疑人生。現場交通一度非常繁忙，駕駛人士被迫改路，巴士方面亦都受影響，尤其係城巴930號線，會展站往返荃灣西站，全線改道，仲有多個站暫停服務，包括大窩口村、葵福苑、葵涌村一帶。即係話，本來落樓有車搭，而家唔好意思，要行多幾步，甚至轉幾轉車。打工仔放工時間撞正，真係一單意外，全城陪跑。城巴就建議乘客留意佢哋嘅 App 同網站更新，但講句公道說話，等 App 更新嘅時間，可能已經夠你行到下一個站。再睇返整件事，其實唔少市民都有個疑問：香港地盤安全究竟仲穩唔穩陣？天平呢樣嘢本身就係高風險設備，日曬雨淋，加上長時間運作。如果保養、檢查、操作任何一環出問題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。而今次事件正正提醒大家，高空作業真係一刻都唔可以鬆懈。有人會話意外啫，難免㗎啦。但問題係，如果每一次都係用意外去解釋，咁安全標準仲有冇進步空間？一條人命換嚟幾多反思？定係過幾日又淡化，然後一切如常？最後提提大家，如果要經過葵涌大窩口道一帶，記得留意最新交通消息，預早改道，唔好同時間鬥氣。新聞就係咁多，但問題未完。天平倒塌，倒嘅唔止係一件機械，仲有大家對安全嘅信心。記得點讚、訂閱 Here Observe True 同撳埋鐘仔，你嘅支持對我哋呢個新聞頻道非常重要。多謝收聽。